这礼拜五是双十节咯，阁有3天的连假。气象署指出讲，明仔载开始，台湾东边的水气会淡薄仔增加，北部阁有东部地区，阁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会开始落雨。北部的温度会较加热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这几天满月、满楼，沿海甲离岛都要注意恐惊会有海水倒击。中秋连假结束，刷落来要接双十节连假。气象署表示，伫日本南滨海面上有一粒风台下凉形成，虽然讲对台湾无直接影响，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影响，拜三拜四水汽会增加。台北地区甲东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阵雨，温度也会小可下降。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呢，会使台湾附近的风场在大环境之下是一个东北风的情形，尤其明后2天的东北风是较为明显的，所以这样子的风向呢，会为我们迎风面的地区带来一些水汽，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有一点凉的空气来到台湾的北部附近。这礼拜五就是双十典礼，气象署也特别指出，拜五开始下凉风台会渐渐往日本去。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减弱，所以拜五的时天气会较好，是侪云的天气。受高压影响，也要注意高温，加补充水分。雨量并不大，下雨的时间也是比较偏向短暂的，所以大致上还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到晴的天气。那我们在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，则是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发展的几率。所以整体来说，降雨的情形并不多，时间也不长。气象署也提醒民众，这段时间是年度大流的期间，伫台中以北沿海含绿岛的海边仔，海场的水位拢较悬，要注意有可能会有海水倒击。部分地势较低的所在，也有可能会出现淹水。有打算要去海边仔的民众，要细腻，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